阿姐长得一模一样，甚至她有的东西你也有。但你不是子琛，整个四海列国也只有一个子琛。祝念科勒尔提示，参见陛下。无礼！你眼里只有朕，却又把皇后置于何处啊？世子，放肆！自以为还能获得这祝念部的持乎？祝念科勒尔提兰，参见陛下。参见皇后。这戴着头纱面纱，也是祝念部的规矩。按照祝念婚嫁习俗，提兰已是陛下的后妃，第一次面圣，是要当着圣上的面揭去这皂纱。无趣。这是什么？回陛下，这是臣妾母族神圣吉祥之物，自小得了它，便一直带着。祝念王爵，这次当真用心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提兰。提兰。你和你阿姐长得一模一样，甚至她有的东西你也有。但你不是子琛，整个四海列国也只有一个子琛。这只是个赝品。赝品！淑妃，淑妃，淑容妃，陛下今日公务繁忙，要不你先回玉安宫歇息吧。滚！以后没有朕的旨意，不许出玉安宫半步。